这个是啥物物件？这是今仔中昼啊，伫咧平湖西区啊所发现的海面上这片质地，这是铁啊做的。大家一看到，就马上是想到是毋是飞机的部分呢？但是咱看画面详细来看，其实无啥像是这个上新的战斗机外壳的壳，但是案巡人员马上扭起了封锁线嘛，通报平防部相关的单位。咱即摆来观察啦，这个形体实在是无像战斗机啦，嘛是有可能是一个过去伫咧海面上包括铁啊、海面啊、粪扫，所以对这个海流最高迄个冲甲海墘啊顶头。所以这个到底是啥？有上新的消息，咱来为各位观众来报道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